各位早晨，我係二師班楊毅，而家要為大家報道北角新光戲院結業嘅消息。屹立北角超過半個世紀嘅新光戲院喺今年3月3日正式結業，有大批市民喺最後一日趕到現場拍照留念。新光戲院最後一場粵劇表演係《小平你好》，晚上大約11點半舉行拉閘熄燈儀式，象徵戲院正式告別觀眾。有劇迷接受訪問時表示非常唔捨得。新光戲院位於北角僑輝大廈，最初喺1972年開業，最初以放映電影為主。到咗1980年，由已故商人霍英東嘅新光戲院娛樂接手之後，開始租俾粵劇團隊作為表演場地，上演過以千場計嘅大小型粵劇《任劍輝》《白雪仙》《紅線女》等一代粵劇名伶，都喺呢度留低咗佢哋最精彩嘅演出。有市民表示，小時候曾經同父母一齊嚟新光睇戲，對於戲院嘅結業感到非常可惜。亦有市民認為，雖然新光戲院歷史悠久，有其特色，但都要接受時代變遷嘅事實。目前新光戲院已經俾某教會以7億5千萬港元買入，將會打造成會所。該教會負責人表示，明白新光戲院作為地標性建築深入民心，喺項目易手之後會努力打造成為動感地標，希望可以服務更多有需要嘅人。今日 CSJ Campus TV 到此為止，我哋下次再見。